360假期係昂坪360嘅全資附屬機構，亦都係香港旅行社協會同埋香港旅遊業議會嘅會員。大嶼山係香港重要嘅旅遊景點之一，當中以富有宗教文化色彩嘅昂坪，以及充滿水鄉風情嘅大澳，最受遊客歡迎。賓客乘搭有世界10大纜車美譽嘅昂坪纜車之後，我哋360假期嘅專業導遊會以貼心嘅服務，帶領賓客遊覽昂坪同埋大澳，深度探索大嶼山。依家潮流興打卡放上網，我哋都不斷發掘特別嘅攝影角度，喺旅程中介紹俾賓客，確保佢哋除咗了解大嶼山地道文化同留低美好回憶之外，亦希望憑以客為先嘅專業態度，營造賓至如歸嘅旅遊體驗。導遊作為遊客接觸香港嘅最前線，我哋嘅角色唔單止係帶領賓客觀光，最重要係透過優質服務去説好香港故事，令佢哋可以感受到香港嘅魅力之處，從而推動旅遊業長遠發展。